如果你仲喺度睇緊珠海二手樓嘅話呢，咁我勸你唔使睇啦，因為依家呢個樓盤呢，一手樓賣二手樓咁個價錢啊，而且呢係一梯一戶專梯入戶嘅豪宅啊，170個平方，依家呢竟然賣到二手咁個價錢啊！嗱，翻到去拱北關口呢，亦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啦。咁呢個單位呢，係東南向嘅高層啦，可以望山景同埋望水庫景啊。咁喺珠海睇過豪宅嘅朋友都知道啊，基本上咧呢啲咁嘅景觀都要成3、4萬蚊嘅，呢套咧接落嚟最平咧29000蚊就可以攞低啦。270度嘅一個飄窗轉角位啦，南北兩邊咧佢都係帶埋露台嘅。咁廚房嘅交樓標準咧亦都比較高啊，爐灶煙機啊，同埋消毒櫃啊、洗碗機啊，同埋蒸烤一體箱都係有嘅。嗱，佢樓下咧就係大小區嘅泳池啦、恆溫泳池同埋會所啊，仲有健身房啊、瑜伽室啊，同埋閱讀室嘅配置咧，亦都係比較豐富嘅。咁呢個戶型咧，佢係一共做咗4間房啦，同埋2個洗手間、2個露台嘅一套單邊位啊、東邊位啊，全屋咧係帶埋豪華裝修交樓啦。咁喺拱北口岸翻到嚟嘅話咧，亦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，去華發商都咧就最近啦，2、3分鐘嘅車程啫。客廳嘅闊度有5米嘅，呢個單位咧係一梯一戶啊，門口入到嚟咧就得你一戶人嘅，所以私密性咧亦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呢個單位咧仲有個特點係點咧？佢一共係4間房啦，咁其中有3間房同埋陽台咧都係東南嘅朝向位啊。嗱，咁如果覺得面積段係比較大嘅話呢，仲有其他面積嘅76平方啦、85平方啦、88平方同埋99平方，仲有143平方嘅。嗱，呢啲單位呢，如果係高層嘅話呢，都可以望得到水庫同埋山景嘅。如果你唔中意高層嘅話呢，低層都可以望到小區園林，亦都係十分之舒服嘅。嗱，咁講真啊，喺珠海市區咧睇過豪宅嘅朋友都知道啊，如果新少少嘅豪宅二手嘅話咧，都要賣到成3、4萬蚊。呢個單位咧，真係一手樓仲平過二手樓啊！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啦。Thank you。